仔咱伫司法侦办的阶段，一直拢会传出有人去报逃亡红通缉。根据统计，通缉的人数超过5万人。亲像国宝集团的总裁朱国荣，也有前检察官景天福，即马拢红通缉。现有的防逃亡机制，亲像是科技设备的监控、注销护照这程序是拢有，也毋过效果引起质疑。即马有立委嘛提案要修法，希望卖当增加去报占逃罪。国宝集团的总裁朱国荣是涉及经济犯罪，伫官司3审确定进前去报5亿外，偷渡到海外。前总裁陈友和涉及污钱案嘛，逃去中国真侪年。真的我有罪，我回去关。同款嘛，逃出境的，还有贵妇奶奶和因男朋友，因涉嫌非法挣钱就业，含前高雄地检署检察官谢天福涉贪红判刑11年半，法家执行进前同款是去报500万逃走，真侪被告拢放弃高保释金逃走，各党立委拢真关心去报逃走入罪的进度。那我们行政院还要排院会，院会通过这一个草案以后，会衔司法院。然后司法院也没有意见了，那我们就会送大院。我们希望在6个月、半年之内达到这个目标。在司法侦审的阶段，一直有被告是逃亡红通缉。官员阁讲，以检法部的通缉的人数，检方侦查中含法家进前逃要5万人，法院审理了后嘛，拢超过6000人。调查局政党是小连续提刑法的修正草案，要新定去报逃走罪。法务部强调讲，行政院的版本并半年送入法院，但是在修法的方式以外，现行的防盗机制先后安怎嘛引起讨论。我们使用科技监控的数字跟通缉犯增加的数字的比例真的是差距很远。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编了很多钱买了很多设备，但是都没有用。因为法官觉得不用扣护照，结果他已经偷渡出境，在国外拿着台湾的护照还到拍照，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嘛哈？有立委质疑讲，法务部开1000万买电子卡扣和电子手环等等大量科技监控的设备，但是官方统计目前敢若50外件防使用，设备明显放伫遐无得用。毛立委建议等检讨护照注销的定数，莫阁用较侪时间，因无对源头防范、逃犯恐吓一直出现。记者综合报道。